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警告，请礼拜心、真爱心做礼拜。
恁着阿罗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阿罗耶和华，我一生要阿罗耶和华，我耶和华的时要唱歌阿罗我的上帝。这是咱起立，咱来信仰的告别。咱来念主教是咱的上帝10条诫。第一诫，我耶和华应当我的上帝。第二诫。第三诫，称耶和华的上帝名，因为他曾称伊名，耶和华对他无量以罪无罪。第四诫，应该对我做你一切工，到第7日，就是因耶和华你的上帝的手的荣耀日。这日，你的囝、查某囝、老婆、老婢。精心以及含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无通做，因为那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最后我赐福伫荣耀日，设立做事。第5诫，我听你的头辈，你的老母，我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收属你的地，得到福长。第6诫，第7诫，行奸淫；第8诫，偷地；第9诫，做假工钱，安排你的厝边；第10诫，贪你的厝边的厝，贪你厝边的鹿、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这时，请咱额头动心来祈祷。咱台湾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有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伫即时会通过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检采伫即时阵，有人伊袂当到圣殿来，伊伫个线上、伫网络顶头，当共心来做礼拜。愿上帝你即时的圣灵，带三甲伫咧，到每一个三甲伫殿。真即几工，阮所敬敬也文会长老突然。互主来警调断去，阮的心真艰苦，阮那些会问，到底这是安怎？但是阮知上帝你将同好旨意放伫伊的心中，甲因厝内每一个人的心中，愿上帝帮助因，特别带着下姐带查某囝灵小因的心中，互因伫这段时间，上帝灵特别安慰因，来刺激因的目屎。阮知有一天，阮要伫天顶过来相见，愿上帝帮助阮。当即时，你也检查每一个人的心，检查每一个人有同款的重担，和甲的包袱。阮即时咱要带到上帝你的面头前，有人拄着生活中的乌担当的事，精神上拄着逼迫，也是着体重得着破病。即时阮讲恳求主，你用你的信心的手来医治扶持，来鼓励阮，来让你帮助阮。即是阮也得不一遍，将阮的教会放伫你的手中，阮要向阮的目标来进前，愿上帝帮助阮，互每一个人搁趁我的时，通我来做上帝工，愿上帝帮助阮。阮嘛要今日搁一遍通过带长老伊的嘴来讲出上帝你奥妙的信息。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生活头，做阮的精神，做阮的标准，愿上帝帮助阮，当三甲直直。阮要将今日的聚会一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的圣灵亲自来运作甲带领。咱伫你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即时咱要讲上帝话，咱要请青年团体引然而落，因要唱的是《彩虹下的约定》，彩虹下的约定。
这是咱们三个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约珥书，旧约约珥书2章28节，甲顶礼拜同款一个经句。咱三个过来听一摆。约珥书第2章28节。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万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面目。恁的少年人要得到异象，我读一届，咱注意来听。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万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面目，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咱即时要请蔡长老来咱监督，伊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第二”，我有一个梦第二。我有一个梦，咱是毋是即阵用1分钟的时间，将咱电话拢总关掉，好无？所有电话拢总关掉。我普通拜三，就拢从后礼拜讲到大纲，甲后礼拜主日，咱要讲到的这摘要，传到民意记。足奇怪，
我所想的题目就是讲要甲国庆日有关系，甲国庆、甲节庆有关系的题目，靠哪心都无变。接下来就甲我讲生命价值甲生命意义，你来甲因讲。我这大拢了解嘛，伊讲你甲因讲。所以讲了，每阵时就40铺伫我头仔顶，一粒米若落伫土里，若无落伫土里，干一粒来干，若落伫土里就是结实最多，所以说就结出许多子粒。你到我也许，中昼食饭食饱，突然看待，问题点都无伫咧，我都眼皮啊！我才会开始叫生命的价值。约翰福音12章时阵，到26节，信息、金句、宣调，然后我就传互李丽姐。你要是日日咧受这项书，一粒米落伫土里。甲你遐坐咧交谈的时阵，伊甲我讲，甲你爸爸相共，比笑，无一点仔艰苦。我一日发觉讲，上帝要咱知，咱的生命是毋是为着上帝坚定到最后一个时刻？上帝将平安、安详伫咱的心中。咱看到伊咧办法接下金，用足欢喜的心情咧做这事。咱看伊旧年过偌济时阵，伊咧点老调，用真敬虔的心来服侍上帝。咱见堂一听到。伊虽联络巴黎教会，讲伊要参与，你若去巴黎教会，毋啦安尼了，伊倒来去讲足济，搁甲咱顶。无管偌济钱，毋是重点，重点是迄个心。我就要甲恁讲，咱的生命珍惜。上帝留咱后面的一刻句，就是要互咱做工。我摕咧文会长的过身，我非常毋甘。当时我嘛知，这是上帝备办上好的所在。我只甲拜托咱逐个每一个人，每一日为着礼后祭，家在伊做祈祷，妹妹即摆还搁伫防疫旅馆呢。爱拜2礼拜，总是上帝，阮希望咱每一日为着你成一个这个家庭来祈祷，互因坚强，互因知，阮会顶落伫天国的所在，安息伫主的怀抱内底。咱虽然毋甘，总是咱嘛知，这个公义的美女已经真正好，真正浸透走的路站，有公义的美女为伊所立。上帝面前，伊是堪你谈道乐；伫咱的面前，伊是堪你做模范。咱拍起来电话，咱今日要向分享上帝话语。我最后要讲一遍，他已经打完美好的仗，他已经尽了所做的事情，所跑的路程。他已经完成他的标杆目标，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他所存留。我想咱应该是今仔日佫特别爱注重咱是毋是咱有这个梦爱达成。咱每日拢有一个梦，咱不要紧达成，有一日上帝有可能随时来调。就我拢做明白，我常常甲我太太讲，脑子上来甲我调起时阵，毋免艰苦心，你会足快乐。因为对我老每一日是上帝予我的每一日，无因为我10年前来爱离开上帝。
爱离咱去到上帝遐。所以每一对来讲拢珍惜。咱着教会要复兴，咱有啥物意向呢？第一季200个，我看大家我想啊，要叫第一季200个。因为咱每一个人爱知伫上帝面前，这是咱一个人200个，就咱做真济工课通做。啊，你200要对对来，咱在咱周围的这4周围中间，咱开始找咱这个人啊。就像医院者，即摆有做一个全人关怀中心，我甲大家讲，伊搁做一个见证啊。咱带人来信主，互因知影啊，上帝真正听伊啊。咱是每一个人，所以咱应该做工啊。伫上帝面前，咱每一个人去挑做每一项事，不管是专业人士，不管是现弱小的家庭，不管是青年团结。简单讲一句，在咱的教会需要包容无共款所有无共款的人。咱教人讲我教会水准足悬的，都是水准大的人带上来带到阮教会，这毋是教会。教会是包容每一个人来伫上帝面前，拢总是平等。教会无大细，到上帝面前，咱每一个人是上帝所欢喜的。到上帝面前，咱每一个人是上帝所期盼的。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社会地位，不管你的资财，伫上帝面前，咱每一个人就是爱到超越到上帝面前来。有一个飞机，咧飞的时阵哦，一个第6个老先生带一个乌人的一个负责人的边啊，他那个机长讲，另一个那个空姐讲，说我怎么可以坐在黑黑的旁边呢？我是白人，我是优秀的白人，我是个士绅呢，我家很有钱呢，我怎么可以坐在这个黑人妇女的旁边呢？这空姐哦，那对不起，我去请问一下机长，能不能升等？等一下他就回来。他说对不起哦，今天班机很满，商务舱也都满了，我们哦，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我们破例，我们从来没有从经济舱升等为头等舱，头等舱还有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不得已只有升等为头等舱。那个老先生那个白人老先生都站起来，他说：“对不起，不是你，是这位黑人的妇女，她才是值得我尊敬的。”那个黑人妇女说：“我好吗？”说：“对，你就是要坐头等舱。”他站起来以后，整个机场都在拍手。我们的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不是说谁来谁是企业家，谁是有名望的人，我们特别欢迎他。我们要特别欢迎那种在社会上以为是底层、基层、弱势者，才是我们应该欢迎的对象。你看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什么？我要你，我叫我去在你，我请我。这么第一个，你我3千，我你讲你来考，我讲你来考啊！只要你做在智慧小的这里记笔谁一个，这就是咱教会存在意义啊！你看咱教会，为教会上来进步，那么教会进步完就是什么？咱体会到，那教会的人真正的教会进步，就是有这个活力，那真正像我哋上帝做工，真正出于为着上帝。叫人生气，即摆就欢喜。你看顶礼拜有讲一次，我这几礼拜大家讲讲代志，伫你看咱来到礼拜时阵吼，咱菜一场呢。你当时无看，你当时无来，地下一行入的时阵，就拢咁点。咱有些明了我安慰人呢，我唔知。我伫去病院看病人的时阵吼，我就看见人坐咧，手较压咧。我唔知影健康什么话呢？唔是讲叫地头到要搁附送医师讲我艰苦，没有。阮弟兄最近去北医安尼前后已经2遍，所以阮甲电话甲李李开一个室内，因为阮固定礼拜去了东去咧看。即阵吼，伊感觉基督徒真好，有可能会来信主是正常外面那边洗的，可能头要洗也是用什么方法。你听我讲啊去啊，你甲记倒了，我毋是就困会去啊，袂暗时拢规啊甲你来感觉，叫，即摆甲记倒了吼，困会去。足爱基督徒，又讲你基督徒足好呢，
心拢足好，祈祷了就困去，所以阮太太拜六就开始准备物件，准备遐面包，因为伊足欠的，你摕足好水给我食，伊嘛毋甘食，就叫你甲咬一喙，也是甲讲这你写一半，这都已经人囡仔食剩的吼，你斗互你食。伊自细就欠这型的，你去，所以讲阮礼拜日了，阮就规个从阮细汉囡仔，伊的家仔孙，安尼带来互看，因为90几岁。教会若袂进步是安尼，这教会闷啊，停滞不前啊，伫咱遮家己享受就好啦。这教会当然，这教会就袂当得到进步啦。因为咱教会就每一个人，真正感觉我足保守的，哎呦，足歹势啊！这个人无熟悉，我毋知通家己讲话无。咱这教会要进步，咱来在主上面，咱上帝所听伊的人啊，是咱想袂到，上帝每一个拢有真大能力的。我今日有认真了，甲讲一句话，讲伊退休了，免许我来读圣经。我讲安尼，你读了时阵吼，会记你来读无？伊讲我著先读看卖，准备看我有法度无？我总是伊种就天龙人。伊毋是讲我退休了开始咧佚佗，伊讲会使我退休了开始好好来读圣经。我搁靠时间来读圣经。这是我真感动一样事诶。我嘛看遐只车呀，我捌听过这话，我拢感觉哎，我上班，我该努力。咱逐日进退顶了。上帝互咱的教会是永远上帝的教会，这是一个厝的教会，这是真理的条件。上帝互咱这个教会用真理做主，用上帝做主，互咱每一个上帝面前真真正正上帝侍奉。咱要安怎做呢？咱来对社会时阵开始做嘛。你看咱本来站，可能看10月开始，12月开始啊，已经开始解封啊。你毋能把这无讲落来，我为着要引诱你来教会，我才设一个关怀站。No。那是因为关怀伊，伊原来对教会来重要，伊的信用伊的经济上面。咱现在关怀站，咱现在做节目，总上就是咱负责讲咱这个教会有听，这个教会有爱，这种爱是无私的爱，不求回报的爱，这种爱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最主要的。我们教会如果能够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个爱传给我们的社区，传给我们周遭所有的朋友，那是真正的爱。这些爱的一定要教我们，因为这字很小，看你们也看不到。这个爱最主要教我们说，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做你的付出，要去找你的亲戚朋友，要去找你认识的人。每个人到教会的人都让他感受到，他在这个教会得到爱跟关怀。为什么这个小人不当中国都流出这个？为什么当下咱做小组，可能我给他们分享书。最近一个高雄的天天来找我天天跟他讲过啊，台大时我做天天，我做研究做我研究。院长来那个时候怎么没有带我信主？我觉得我才开始讲伊的代志。这是我亏欠啊！你这个信主多好，我都有信主就好，已经快11年小组。我足敬佩上小说的啥，伊真正对上帝这条听了，伊甘光景要从这来接受分享。因为我咧教会内面有来得企业，或者迄个找无头路，或者头路，搁要职场重操的遮，咱定时间改变你的观念，加上到做伙运营经济啦，102在2楼还是1楼？2楼啊，在2楼，伫遐咧做伙。啊，咱有乐团啦，咱有遮尤其咱有卡拉 OK 吼，迄卡拉 OK 啦。你讲，哎呦，教会去卡拉 OK， 啊，这咧足无水准的。我受无咧，啥叫做水准？你像教授，叫做水准；你像学派人，叫做水准。啊，若像卡拉 OK 就无水准。为这个上帝所创造啊，因啊，足欢喜的，因做起来传统教会啊，我伫台湾教会时阵，刚开始叫唱卡拉 OK， 大家拢讲，啊，咱教会啊，开放的唱卡拉 OK， 佮你加收钱，加足了足济感觉，你敢知？遐人拢来信主，一个报一个，哎呦，教会足好，啊，一路先开始就平安，每一个人都可能平安，因为有大家三体祈祷，我啊，这教会真正好听。
所以咱本身唔通做这样事情啊，坐咧做礼拜是真正要出去行出去做礼拜。咱毋是干那单纯坐咧做礼拜，咱到底遮济吼，我看恁看袂了啦，废话班后啦，计了分人班啊，有足球啦。啊，咱即摆咱做一个倒企业，你要看倒边即个是一个咱。玉莲厂啦，当然下面佫有一段吼，即个，伊讲是第四代信徒，五代信徒，第四代信徒爱传出来，讲伊来了啊，咱讲五上教会，哇，你讲做这个见证，真水！你伫无形中，你班山有意，一个人得救天的东西，吹鼓做，非常方便的。迄是无限的方便的思维，你若讲我都家己在做礼拜就好，我想咱教会开始要努力，明开始要努力，即嘛COVID-19开始努力小组了，咱一定要有新的信徒，无就一直来领洗礼，新的人进教会的教会，这个教会才是进步的。咱这每一项时间都最重要的，咱教会真正是爱注重每一项的时间，而且时间拢总非常重要。你若讲我参加你才来200。你200个中间，咱就是若是用教会，咱开始有迄个力，咱开始有余力，咱才做传道人。我无咱即阵有当时咧找人吼，即欠人才，有当时找人来做贵人。200个台湾我统计过吼，200个教会内面的进步开始足紧，因为每一个时间拢开始交易啊，小组无势开始进步啊。啊，你城市内面吼，咱会使去共开拓，会使去支援啊。啊，看到一个教会较少人，甚至咱当去斗支援。每一个教会都是足兴旺的，咱毋通讲我中教会就足好，你教会就来愈来愈细，绝对毋通做示范。每一个教会都有兴旺，每一个教会都足重要。那每一个教会你上帝的真正正，这上帝互咱恩赐，咱只开始去发挥。咱200个中间，咱就发讲足济人来受恩赐，嘿，这恩赐足济。像阮哋就江水吼，江水当成立乐团啊，呢，增加建言成立乐团，所以我咧唱信息，教多咧讲造信息，好唱人感觉好感动呢。虽然讲无侪人，啊，但是侪乐团咧，一个旋律团啊，大家多咧叫啊，大家多唱信息，哦，感觉规个礼拜咧气氛足尔好，这对应要做哦，那么就咱个是应要做。咱信心甲是啥啊？要有单纯的信心甲勇敢的行动。信心最单纯的，咱毋是讲哦，我圣经就读了了，我唔能去拖到伊。迄书都无读过圣经的，有个人用都无啥相信。总是一样书，因多拍拼祈祷，因认真祈祷，参加小组，因伫遐祈祷时候，圣经讲的时阵，伊就好到非常努力。因早就上会听。因为福音真简单啊，上帝第3、5来所传的福音，伊个半一遍就好听。上帝咱讲教示，最后所基督咱讲教示，最所基督教示咱讲，哦，你来三听，哦，你来毋通亲像法利赛人啊做假感情啊做迄个虚伪的行为。我们真正的去互相彼此相爱，若彼此相爱，你就知道神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这叫福音啊！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我跟那个天长在交换的时候，他就讲说，你能不能把我们的乐长师全部的耳朵都找来传福音？那天就开始传福音的，很好玩的，一边吃饭啊，一边跟他们讲，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教会怎么样。竟然有一个人突然跑来我办公室说，你能不能跟我讲多一点？然后他附近的一些教会就跟他们打电话说联络一下，你去我们教会看看。我们那边以前我们的监察会去来教会参加活动，不是我们教会到别的教会去参加活动。我的观念里面总是说你在附近，你就是你的教会。我们不要说我们教会增加了很多时候别的教会人过来的，那个不是复兴。复兴是我们找新的会员来我们的教会，让大家复兴。我们要每个人都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神告诉我什么？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看那耶利哥城。人高马大，怎么也攻不下？没想到这么到今天，第几天到第4次，号角一吹，打啊！耶利哥城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乐团？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乐团很强，
等COVID-19比较结束的时候，我很喜欢去乐团们，就在路口，在那边弹吉他唱歌。你有没有当过校友？我们这个当过校友，当过当，我们是被当风水的当20年。了解？有可能一个人心多真刚到拄遐过时阵，迄个团队退掉，伊得着。有可能你团一礼拜都无一个插落去，团队搁来等着你议论，有可能吗？有可能啊。总是要一礼拜中间你一个团队不管讲一个人，用这个讲也不重要，我搭底啊，突然间有一日摕出来看看来，开始得救，迄都无记得。团队是一个人中央教会做咱个内容，咱做团队，团队就是好平常上地稳定，这个上未看过。这个牧师咱第一个消息就看到吼，汤连庄牧师，你来看好消息，大家来讲里面讲。天边牧师是一种主持牧师，西门教会牧师伊个牧会做成功的，伊伫拜教会拜教上，拜教会做成功的，啊是人后请去做导师，定定到这成生。我哋入教会时阵，本来是讲牧师是，迄3个月伊一礼拜我一礼拜，啊尾下来讲我你啦，我搁有别个教会事奉的，我都到今日教会。啊，我唔知影我迄当啊兼做第一当，我统计有12个兄弟弟媳。啊，若是讲我哋一个人太，啊，我要问讲，啊，今日到到我活动的教会啊，这自然过世的人就侪吼，较侪人过世。啊，即边有一个顶落的妈妈过世吼，啊，你就大个家族，所以一日来是足足几个。我普通是教会有一个特色，就讲教会上人数最多。所以咱别阮分松，我拢去坐上旁边，我拢不爱去，无去坐到主道，拢去坐上旁边。特别是牧师就来，又到坐到主道。我讲唔通，这种教会是你牧会，你现在袂坐主道，我讲你坐到好，我今仔勉强一点坐。隔壁一间教会，我直接讲你拢团队，咱全部你拢分2、3个地区。总是这个教会，我用这个句话讲一遍。我前面这个牧师讲，这个牧师真当面个讲，哎，你教会即摆人较济哦，我愿意教会去。我真是的，恁教会你平常我搁拜托对恁教会，我感觉到绝对假的无一个教会。他们个牧师伫遐当面讲恁家会生他们是真的牧师呢。你若会有喝酒，人今日教会会济。你是你个钱要我当今日做来你就做这个，啊，你就袂喝酒，你咧泡茶时间，咱咧看朋友，因为迄种也是相当积极。所以我这边来讲，一直更新你咧看发现是，伊讲感恩的不就在这里，一直讲特别提起这样事，唔是咱真是牧师，而且讲一个传教者中间有个人伫拄咧批评，咱该爱肯定啊。我老爸是人民的班阿姨，容易的团队师。我老爸记出，伊讲我爱，我爱是团队。所以咱每一个人爱第二增长小到这是我讲的重点。咱的教会是一个家啦。你看咱在这里，你讲我大家拢熟悉。我做这试验，我哋来到就当时先从我背啦。我讲背啦，我背啦，出色嘅，我讲有啲出色嘅。背啦，就讲你做不做，你拢抄出嚟，学到目前。我介绍你，你介绍你，介绍你师傅，介绍你家庭，介绍你所有秘密，两个人介绍好，这个背人就咁讲。我都唔知讲，我介绍我做事的，见得大家都非常有很多的秘密。然后大家下材料给到大家可以记得，去背人以后都背出来。这传承经伊就是这个人的纠结，这个人的纠结，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小组就是遐重要嘛。这上帝教会是，咱每一个人到伫这个教会中间，咱来组织一个敢若小家庭咧。咱唔通讲有一个名词，咱讲这个名词啥叫做圣经人讲要结党营私。咱这小组是结党啦。咱一句话就我咧大家咧比较好，这个小组做得到，这个小组做得到，啊，咱教会有比较，这个教会较好，这个教会较有限。小组就是互咱每一个人用较少的人，伫遐做一个小的家庭。圣经讲老人生来，我就是我特别真勇敢的。
咱每一个小组就要互相彼此关怀。就今是问题都安尼在写字，当然咱在地方在小小嘛是有，会后慢慢是要进。伊讲今日写字家己一个，无看，会后去陪困，你想讲啊，会后来困，伊嘛无习惯，会后嘛是无习惯，伊转去中学嘛，伊伫遐，讲遐较习惯，伊爸爸妈妈以前困的，以前困的爸爸。我听到心里就酸嘞，唉，咱一个家庭，一个小组，这人真正特别迫切，伊着理写一个领导。伊心内内就不一样。我常常探来开始做小组，来开始用每一个家庭有7、8人个心结连做伙，唔免交训练啦，海是训练，迄就是互大家心结连做伙。即个7、8个比到2、30个、40、50个，本出去，愈来愈做小组。每一个人7、8个做好7、8个，心结做一个一直看。咱教会带咱进步，咱对外面咱上袂听，咱对小组是讲咱家己要想家己，咱对小组是要办人才做小者。有可能这小组的人本身就咱办人才，咱有可能咱这7、8个人这个小组专门关心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较重要，但是你唔当会感觉哦，你较重要，较可能你关心你。咱同知，你嘛是上帝所提，嘛是阮的家庭一份子。咱掠讲咱是一家伙的人啊，咱以前的教会是一家伙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呢。咱是拢是一家伙的人，咱现在就咱一个乌人啊，咱就是迄个乌人啊，就是非洲啊，乌人啊掠过来，好，迄个乌人其中一个乌人身体真好，体力真好，好咧买的时阵吼。迄个主人就讲，即个乌人体格真好哦，你要买个你来洗伊哦，即个骹手了拢慢慢开好，即个人足力。结果一个人拄甲看咧，一个先师拄看嘛，讲安尼我要买伊。伊讲你要买，你会知影即个人哦，好，体力真好哦，你爱甲时间过7日，哎，迄个骹手拢唔通甲放落开，互永远来扣咧，安尼你哪有控制伊？伊笑就讲，我你若卖我证书就写啦。啊，即个人啊，一个目睭一气，向边来讲，一阵伊咁讲，啊，我安尼一个人啊，掠来甲动物地，做落来，伊就气，伊就家己，伊笑就讲，我买你吼，是要互你得到自由，因为耶稣疼世间每一个人。伊带迄个证明书，伊甲写讲，你得到自由了，签名。讲即种摕好个，毋通放弃个，无来甲你掠。骹头手了，甲迄个来锁匙我，骹头手了，甲放好开。伊讲你自由啊，你会使离开啊。迄个人怎通你啊？你叫你去，你叫我倒，你怎么你是我啦，我做你老婆啦。我无啦，我咧想努力啦，无啦。你是我啦，无我嘛毋知你去对。我啊，我拄要来美水团队，伊是一个宣教师，啊无安尼，你小可会美样，你种快餐铺的，啊你替我做翻译，做我的助手，做助理牧师，做我的助理团队师。你讲我冇遐资格，讲有啦，有资格上帝对每一个拢相共，一定做美水团队。一个努力做团队，一定做做团队。所以，咱每一个人从到为小组以前开始，对新加坡反对社会来对，对大家教的就是新加坡反对社会小组，迄叫做四方增长小组。咱已经就设定一个目标，一当下这个小组要比赛小组，啊开始爱互相，当下是爱顶落夹出去，怎看足袂习惯。讲你看咱制度特别竞争啊，圣经没有叫我们不竞争的是不增进，卖手机啊，装饰每一个小组都发展哦，迄个上帝就是愈好的呢，愈侪人是上帝都愈好的，所以咱有翻译系统啊，对内来训练，对外来成长，对家己本身来研修啊。这翻译系统其实各个小家是小小组，即个小小组都从这小组内面，咱10月号开始做小小组啊。伊咧是用线上的吼，线上的模拟吼，啊大家分享。
小小的每一个人去吼，小小的你看起个图片，一个上重的图片，拢咧食物件。你讲你教我干那食物件，我嘛感觉讲教我咱一个当食物件嘛无啥问题。咱初来教就是做食物件的，你初来教开始呢，你食物件中间咱互相之间当联系的。所以小组小组吼，其实毋是讲，互咱若真正着咧捌道理吼，咱是讲叫做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迄才是真正温度训练啊！真正小组毋是咧温度训练，真正小组是要甲这个人讲，咱拢是一家伙。有一日来做你亲戚朋友拢来做自由的、做轻松的，啊，伫做自由的中间有一日，你的亲戚朋友会去断着问题。然后咱可以遇到三个第一个安慰，你发觉迄个共同作战。然后小组的秘密袂使传别个小组，甚至无数都袂使讲。互咱大家互相相信这个小组，互相的先结做伙，然后大家做了，咱分另外一组处理。迄条条我已经不知做啊。咱中中的来分做小组，一组处理，2摆入去嘛，大家当教。第三项，咱所有其他人做啥活。咱教会其实是细个了解，咱毋是讲为着做礼拜是一个形式。我定定有时咧讲道时阵，定定咧是这样事。讲道人轻松吼，都摕三节圣经，三节都来解说圣经啊，圣经啊，圣经啊，解说做无解说，因为我读圣经嘛，读做无当啊，足好解说。安尼即阵啊3分钟就过啊，我定定讲4个字记了5分钟啊，4个字就过啊。解说咧是自己总上重要的，咱会有听会到的。上帝要咱讲啥？圣神的感动是啥物？这是上重的，圣神的感动是啥物？你看无上帝教的时阵，你是讲建立教会啊，是安吵吵闹闹。你看我老先生，我来去，出去这个传福音叫西人，就根本都意见都袂合，啊，就搁分开啊。有但是教会分咧并无歹，三分教会咧比天主教的天主教的这礼拜2,000个。3分钟嘛是差不多200。啊，伊若遐无分咧吼，分200当然拢袂平当。啊，分咧一个总比一个9,500，一个9,200。所以就是教分咧吼，并毋是歹，总是爱看上帝意思，是个人安尼吼。忘记了，好，我今日结识一个教会，啊，你迄个教会设立，你拢做2、30年，袂去进步。这毋是为着个人意气用事，是上帝感时间到，恁应该来。另无祠堂，所以咱讲是分咧叫做祠堂。恁爱人开始去祠堂，开始去分身咧教会。现在这世界完全是照上帝命令，因为上帝命令是上重要。相反呢，我都无当甲大家讲清楚，我来讲清楚教。进步从咧跟进教教，是方舟性的教会，是迄个北道教会。你看个版面，北道教会嘛，真侪人去敬拜，几千年呢。这个教会是一个方舟性挪亚的方舟。哇！这教会敬拜是大家拢足欢喜，结果袂是讲美国当年飓风啊，透来已经到吹了了，厝边拢吹袂去，咱就注意看吼，迄个时机吼，伊个足奇妙啊，吹了了，看迄个时机吼，安然无恙。啊，当时你吹了了，啊，足侪人有遮摕杯，啊，足侪回应嘛是因为我带吹好食条路，所以这回应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几千回到回应吼。啊，剩7、8、10个啦。啊，当然7、8、10个，你去咧个中间嘛困难啊。啊，所以7、8、10个吼，足担心的哦。讲教会剩一笔钱，咱安尼做这个钱吼，准备2000份的这个粮食，一日开放2000份，互这个受到飓风了无通食物件，人来教食物件。教会自然来开会，2000个，一日2000个，安尼开来食物件。拢无从你来教会做礼拜，我们这个具体的依照请我做礼拜，甚至笔钱，我们个开会，无是为着对代志，拢是自己决定落来讲，我做着礼拜，有一个人说要来做啦，咱教会干过，干过是现在的哈丁牧师，就叫做哈丁牧师，因为我做一个讲，伊问我讲，伫一个足济人咧教会中间伫咧敬拜，我突然间一个少年人出去。讲哈丁牧师，我做一个人，我即马做人，我做一个人呢。讲你吼是一个农业方舟的教会吼，有足大间的，啊你多讲究吼，啊下头无人。我讲这人真奇怪，讲用我做一个人，还是教会一个人。
咱人有同款，你做人，即教育对我无啊，都人问了，讲一堆我毋知啊，我怎会做一个人？咱的人做人两字咯，我昨做无过2时哦。我3点钟背起了，我等下3点背起，背起了后去便所，咱下嘛去便所了倒来，我想要倒，我继续，册了，我讲册了，我记啦，我望真做。我咧嘛是刚开始时就讲做迄个嘛，咱中国啊，册到吼，讲咧拜猪啦，我讲咱9月咧拜猪，有4路咧啊，大家讲要看迄个广岛迄条4路线，较讲我迄边大家都拜猪。拜猪到来我出场，咱顶完吼，嘛互阮分济，我感觉真是人啊，刚为着要感觉多少钱啊？这个有讲钱。且是做出来你小可记了，应该我记了，做完了我记念袂记，拄咧个写，开始做，到7、8点我讲，报一个我讲来讲，你讲啥？我讲痛苦了，你讲叫，我才来做我来，我才来做就是要讲叫。伊就这个，迄个囡仔呢，这个干就我的啦，一条过一条咧个，我总听着。讲几个字拢通无味个字啦。叫我看读书干，我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无讲呢。以前教的是这个华东故事吼，去教迄个永安县布鲁克森这个会议底下咧，我遮济啦，伊甲说的一个我兄弟啊，我真9月袂当遮济人做礼拜，叫一个小孩来做，个牧师，我今日带你看一个所在好。来看一个特萨斯州，一个北道教会，伊讲啊是啊，迄个所在真西，啊迄个所在可能无人。伊讲奇怪，上帝都我一个感动，叫我带你去，伊就直接带去到迄个所在，就看到咱个这个现象，哎呦，这个是我梦中看到，是个土人，就是我梦中看到是真教会啊，就是真教会啊，真教会就是我梦中教会啊，安尼。转到这间，伊转是到迄个教会，转讲来，你咧教会无事，不然叫你接来7、8岁，咱到边啊开始做礼拜，这教会无靠咱人可以当做礼拜，结果做礼拜到伊到3000几个，3000几了5年6个，教会跳掉，这就是教会继续咧重建，现在进行中，因一咧重建，伊要起一个当地5000个教会。因的目标5000个总体达到。时间的关系，我告诉大家讲，可要甲大家讲，咱的教会真做7、8岁。我目标变成我3000个，总是我要看我嘛。我像明天咱就要交代，我愿意，我就看你讲，总是我需要用教育。讲到后面，那个小组都200个，开始就到来，是不是？咱大家安做礼拜，会遇到这个天顶伊就嘛在替咱祈祷，伊嘛是可能定是多少天，那么这个是无论因离咱的时阵，伊嘛感觉讲，我离开，恁嘛是继续念，三个来祈祷。这么就感谢你教会。我的意向，我的希望，我的老我这个道歉啊，我该看唔歹，我们小组真坚强的小组，这小组是真三天的小组，这个小组唔是干咱比拼讲什么人先去打，这个小组是要比拼什么人好听。我每一个人这小组开始生活，我来教会每一个人拢是寄托的小组。每一个人小组的中间，一直上帝滋养，然后我们大礼拜健康的亲近上帝，拄着上帝，叫上帝3000分，相信充满在我们中间，做光的人民，办赞我们一间教会，安尼祈祷，我只要所有的信仰来建议，阿门。这是第三届圣旨540首。圣旨540首，注得叫人行，咱来尽全手请大家念。作为
咱来准备心来奉献。是咱手中的周报，也是看头前，咱来读今日的经句，咱来读两解。来，三个来读。了后，我要我的心降落予凡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美梦，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搁一解来。了后，我要我的心降落予凡对，你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你的老人要得到美梦，你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中历史二章28节，过来咱来读，要四福音要来背经句吼，用华语来读来。凡为我名留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见家妻子、女儿、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马太福音19章29节，搁一句来，只是你们中间谁越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越有手，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罪。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后来咱来看后礼拜有担任事奉的同工，请备凡心。这个月咱的执事长职是陈慧华执事，到迄个陈慧华执事本周的聚会咱家己来看奉献咱家己来看，若有重大的请做礼拜煞向会家来敬请咱今日第3点咱来看第3点。今日迄个福禄团契聚会，咱要请李长老娘到企鹅来分享生活见证的分享咱伫遮咱要做一个小组，那么是为遮会使开始咱来分享，来听李长老娘阿姨安怎做见证引导开放做小组来利用，咱会则同去坐大家来核心，来做阵来做请咱会使留来做阵来听。这礼拜拜510月1号暗时1点半，要调去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会记准时来参加。咱若会有啥物议案要提出的，咱会使在即个月中旬来提出迄落10家到12家的分担表事项分担表伫搭伫后壁，咱家先看。若需要更正是更改咱用比较下节。若无，咱下礼拜就要印出来迄落读经咱家己来看。即时咱来看迄个集体交通咱。第一点特别为着叶明辉长老伊做，伊伫9月23迄天伊再去运动。咱知叶明辉长老伊真爱拍羽毛球，身体真勇，伊定咧讲伊的健保卡用得很少，为国家省足侪钱开。
伊会讲再会运动，运动转来了后，坐伊也休困，困去，来叫来，佫困去，送去病院就去上地遐，伊定咧讲到迄个村长来讲，退休了后，伊要为教会做真侪代志。其实无退休之前，就已经为教会做真侪代志啊。从晋升奖学金啥物件，我定来看伊讲真拍拼，因为伊做礼拜说即几礼拜迄个保宣节他无来教会，伊刷了马上叫算销，算算第二天伊就趁去银行寄，伊佫将迄寄了，马上传互迄个长子看，讲伊今日做啥做啥我感觉足甘心伊家己本身是很严厉的人，坦白讲，伊对自己很严厉，对人真好因为我以前拢办教会一寡汇款的代志，拢斗我用几点到几点伊拢真准时伊无讲伊因为伊搁上班，伊无讲我是一个公司的大经理我安怎，伊拢无，迄时间到就银行一开9点一开，阮8点50就一定要到银行3间，所以我就讲伊讲，他是一个很严谨很冲的人咱写圣经填充卷咱应该会学伊拢提早写了，因为我顶礼拜同一个演就看伊在大卡编一个月填充卷，伊要摕回去写我想他会留下很多的印象给我们有时我听到我讲，真的讲。上帝那安尼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都会怀疑啦像李长老迄阵过身，我嘛讲，伊遮好的人，那一下子看起来咱的人的性命无定着，毋知良心咱拢毋知，就讲上帝就同好旨意一定伫中间所以咱特别为着李小姐带查某囝因为国外要转来台湾一段时间，咱特别为着因来祈祷，要筹办这个安息礼拜，可能有真侪代志，咱会向过身，有真侪代志拢爱处理，特别上帝灵安慰因，互因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咱特别为着因来祈祷，所以咱讲到时，也是讲平常时转去厝诶，拢会使将这项代志放在咱的祈祷中咱继续为咱国家来祈祷上帝智慧政府团队因所做诶。代志特别伫疫苗，在即马咱要加入 CDPP 即款的迄个工作内底咱也得政府来鼓励，来为对政府来祈祷，政府所做的一切拢下伫上帝旨意咱为着全球的疫情，毋是干咱台湾，咱看一个真侪国家也是拢受到影响咱也要为对因来祈祷第四，咱为着教会福音推广拄仔咧讲小组的事工来祈祷求去恳求主兴起咱的教会有较侪同工咱每一个人会使同来，毋是讲讲中职，也是讲啥物人每一个人拢有迄个，每一个人就是讲爱讲我嘛是一份子，教会一份子，咱不管带厝的人也好，带朋友也好，敲电话安慰拢不要紧为着这样代志祈祷，咱教会一定真紧。200个、400个，拢是一个真紧的代志。但是对咱每一个拢爱来做啦咱即礼拜特别为着吴启任、陈思婉因一家吴运婷、吴梦婷，迄个关泽伟因的囝关世生赖建成、林玉宇、赖佑瑜、赖佑任林田君、林柔君因的信用、健康、行业、器具、工作等等来祈祷。咱为着咱每一个人，咱厝边的人来祈祷检查有人厝边的人身体欠安，还是咱家己伫个生活上拄着乌担当，还是经济上拄着困难咱为着咱厝边的人，咱家己为着咱提名咱特别为着地下这因遗嘱这样代志来祈祷，只是请咱起立来讲道。
上营388首，应归归圣杯上帝。临时线来请林牧师来作导。愿主将伊稳定的听，藏伫咱的内面，保守咱，引带咱，祝福咱，互咱大家安安准准伫伊的面前，通得到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内上帝恩典、圣神的感动，常常甲大家三甲伫地，也保守你、祝福你。互恁安安稳稳到主的面前，对即时起，直到永世界日子。阿门。请坐，一节他们倒闭会。即时咱来咱周个人来行平安礼，吼，来行平安礼者。